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兄弟若同心，乌涂变成金。这句话嘛有人讲，兄弟若同心，乌涂变黄金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兄弟啊，若是有共一个目标，为着理想同齐打拼，就会当成就大事业。遮讲的兄弟，无定着是亲兄弟，嘛会使是两个以上，迄款感情好甲像亲兄弟的人。所以这句俗谚是要表达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只要有心做伙合作，搁较困难的代志，嘛是会当完成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